来看咱国内一间资产管理公司宣传讲会讲来协助民众办理青年贷款，警方调查发现讲因涉嫌甲诈骗集团合作，利用被害人的资料开户来洗钱。新北市警方最近冒抓到一件假投资诈骗，有前博信股的选手涉案。被警察出动，前后2兵包围。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，上班上到一半，突然间被抓。这位涉案的查甫人伫咧工程行上班，伊涉嫌找3、5位朋友，私底下伫咧兼差做诈骗，收买人头口座，替不法集团洗钱。被抓到的共犯名单内面，意外发现有一位是前军局国手。比对小组攻击，甲人当场抓到，这个就是前国手张俊安。伊伫军局界真有名，10多年前的拄好亚运也捌摕过第5名，这马煞变做诈欺犯被抓。于日前将陈姓范闲等5人拘提到案，全案讯后依违反诈欺等罪嫌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警方调查发现，有一位年纪真大的混年人，互人骗去假投资。伊是和陈文倩这个被盗版的广告吸引，和对方骗400多万。这马诈欺罪这么多，犯罪手法阁一直变。就连清创贷款都互人摕来做诈骗。很多的投资其实会死，都死在进退两难。讲投资是讲甲嘴烂全破。这位涉案的姓吴的查甫人，讲伊是青年创业家，开个资产管理公司，所互警方发现是专门找欠钱的民众，加招着要代办青年创业贷款，骗对方的个资，设人头公司加金融口座，用超过10万的介绍，转卖给诈骗集团作为洗钱，也和诈骗组织1年外来不法金流。被加3600多万。查获黄姓祖贤等14人到案，并查扣现金2000余万元、行动电话、存折、提款卡等物。诈欺犯念唔惊，一定换各种方法做无本的生意，赚黑心钱，也和国内诈骗案件掠袂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